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篇来赏析，每逢追梦西山逢，书迷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封本市观众赵徐生写来的信。他说：“我在欣赏名家名篇赏析的精彩节目的时候，总是陶醉在3个盛会当中。一个是平台名家群英伟，是平台历史的产物当中，代代辈出的平台名家是中流砥柱。平台名家云石云品书上是精英荟萃的群英伟。那么这个精辟的赏析，伊拉重读名家风采的同时呢，对里头的艺术风格特色专长。各种流派与之深入的了解，提高了赏析的水平。那第二呢是传世精品博览会，评弹名篇是优秀书目中的精华。这次回放的评弹名篇，有的还是初次见面的珍贵资料，虽是经典回放，却又充满了新意，是丰富多彩的评弹博览会。三呢是商业追落细相会。伊对名家名篇赏析呢节目非常的期盼。每当欣赏了一期节目之后呢，一让商业会期的节目位于哪一位名家特殊名篇？我深看连续播出的节目是一部创新的电子版的平台词典，也是一部精美的平台人物的相册，更是一部优秀的平台节材。对周日终结发展平台侪有深远的意义。现在呢，邵志成观众对这个名家名篇的赏析，实感的欣赏特别欢喜。那也欢迎您呢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把这档特别节目做得更好。那在今天的这期名家名篇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评弹团2位著名老演员，一位叫薛慧晶，还有一位就是陆艳华。那我想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牵挂他们那薛慧晶呢，今年已经有70有余了。对。陆艳华呢，也快要接近70高龄了。那如今他们早已经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个。那么大家晓得，薛慧晶呢，你是台视前辈13青的囡，陆艳华呢是著名评话名家陆叶亮的囡。里头2位演员呢，早在60年代就已经分明时代，让广大平台观众的心目当中呢，有个内核的印象。由于呢，里头2高头啦，70-80年代，虽然上海平台头学馆里向从事平台教育工作，所以里头演出的机会特指录音录像的频率呢，就相对低止一点。不过里头2高头的精湛艺术是远可加倍的。那下面我们先把陆艳华的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陆艳华是1955年先后随吴银秋、钱雁秋学艺，1956年起与钱雁秋拼档，说唱《西厢记》《秦香莲》和《法门寺》。1959年进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也就现在的上海评弹团的前身。先与杨宾魁拼档，学说大红袍、苗金凤；后与薛慧晶拼档，说唱双珠凤。1961年随蒋月泉学习《玉蜻蜓》，并当下手演出。1963年与陈锡安合作，说唱新长篇《年轻的一代》，曾参加《芦苇青青》人强马壮还有神担子等中篇的演出。他的说表清晰老练，表演是恰当，输入宽广，嗓音宽厚，擅长讲调还有立调。对，陆艳华老师呢，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气质非常高雅的台视女演员，特别是里向蒋玉芮老师和这个台唱岳心婷演员呢，那个台视艺术有着一个飞跃的发展。让你年轻的辰光呢，有许多的平台书迷十分欣赏利用真声台唱的女声这样的。那么让你个女声这样的当中呢，渗透上男声这样的气质特别气度。虽然那个嗓音有点疏忽，但是呢，你首唱的这样的韵味浓郁，十分的招人喜爱。下面现在请大家欣赏陆艳华80年代录制的这样的开篇《杜十娘》。
乱说
不罢我今朝把两米拉军的米一起一桩桩都是家学里人知心上后发一起风王呀情侣女子扎起手她一匹南瓜是娘马会杀李生人不定人陆艳华老师是一位十分注重艺术形象的弹词演员，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希望把最好的艺术形象、最动听的深情演唱，能够深深地留在广大评弹观众的脑海当中。我有了是那个种艺术品味，还区别于一般人的生来价值。所以让你退休之后呢，也很适合让公众演出场所，特是媒体露面。我记得你收看电视书上，他陆游老师呢有非常友好的亲密关系，你也非常热爱自家的家乡，热爱苏州的书迷朋友。让2001年收看电视书上举办的世纪亚运迎春特别节目当中呢，陆游老师为你收看的观众弹唱了中篇平台家的序曲《我也他来不来他》。因以上一切都为观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呢，歌唱出这样的代表作品《半月丫头》。好，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精彩的节目。人容他，像那美表妹为我深入口。想我的家不是他的家，我是金花园想入他开梅花你说他一草一木都不差，偏偏今
听着谁不见我顾了他那个家，他如我没顾了家，一时那个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弹词演员薛慧君。薛慧君呢，也是我们苏州人。她从1951年起从复学习珍珠塔，1952年与薛萧庆、沈简安拼档演出《花木兰》。1954年进入了上海评弹团的前身，就是人民评弹团工作。1957年起说唱珍珠塔，先任薛萧庆下手，后分别与郭冰庆、还有朱雪琴、陈锡安拼档，又曾与陆艳华拼档弹唱《双珠凤》，还参加过唐知县、沈浩命、点秋香、春草闯堂、喜多哉，还有《春梦》等中篇的演出哈。那1962年后呢，曾多次随团赴香港演出，手表熨贴，台风端庄，弹唱薛调呢得其父的真传，琵琶功底尤为深厚。对，欢喜苏慧君老师，你这个歌中呢还是大有神采。早在1995年，苏慧君老师呢因也来你台里向录制了李达陈秀老师合作的《冰舞堂联音》。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是一份十分稀有的珍贵的艺术资料，让你来一道重温当年苏慧君老师的艺术风采。
倒是放清一个方言。调子的心境着，你那讲人家里向改装亲自叫娱乐户，少叫娱乐户啊！你实力500有个，只要做过；你实力有500，就是不做过。那么加上呢，放清啊，人家里改装亲自叫娱乐户，你装亲自叫得来，现在马上答应，最好包当神亲。而今这样，休日不是双日。当非神亲，丫头们啊，是了哒哒！熟悉落人冰箱，陆局长有小气工装打扮，各位想他们就当非神亲啊，都要报答啊！自己们请回来，请回来呀！方清听少路的叫岸上在，向丁方门前看到这木头里子，哪个嘛？啊，还是应允吧。方清想答应是不能答应，要回头改。可么那回头法子比较吓人。一想实干，我来推理中，那么闲话说做了一种，的确是蛮重。我们自家在养活我自家，哪再可以太高兴呢？还是推了重浪向没个。那么老下头叫福破雄，则不重。我们一讲重了，大家才好个。啊，做心里的当天堂公子。哎，不谋大人，欲受非罪。哎，相遇是这样，那小伙子好，让外头穷，想外头之穷，我听见穷嘛。
农夫派不离着，不晓得方清啊，我就是欢喜那个穷，那穷的自家有气，自家有米的都不足，嘿嘿，来讨住你的，来非常为得他。哎呀，公子啊！哎呀，我们这串姻亲愈美愈照愈平愈举，怎能非会呀？那么那办法答应啊，无不能答应。方清刚就这一想吧，不然你那个讲个张亲事，说你门前等我娘一大配个，可么啥个我来推了娘孙郎对个，不谋大人，圣人愿婚姻大事，父母在，别个父母。待预备西风施行为教，禀明家母，待家母为心之词，找书信儿拜师。你要修书为教，通达你家领导。是。一批先生哪里往来十分可敬，就不该的。那么出宫老瑞生，依然关着你的娘拜服。该桩亲事，不是那我都不能有人公表。90%已经成功为实，我来帮忙吧。娘口上去一日活的，我来啊！此位兄亲俩，二是兄亲。此位兄一旦修书为家，通达领导，十分可敬，一品先生，应当是。小弟倒要请问此位兄啊，是你在居松亭上理应的事迹，还是领导在帮着的呀？还是你修书为家通达的呀？你那个不做信稿，平常你写的就没样的呀，是我关键时刻不帮忙了，等我别人说狼主呀。那么给自家心情要把这句话给才来的讲。还是兄，欲守不追，想处理隐瞒，正因为龙个千里不及水师，乃是小弟死周之。死周其真是啊！母亲可曾听得他死周其之？对于这样一口到底你只帮忙，这样一来理性你来的呀！哎呀，公子啊，你能够死周其之，为什么我们这桩姻亲不能死周其之？太绝欺人啊！丫头呀，首先落人冰箱，落脚人有小气，工装打扮，故意向他没有单位人情。评弹的行家们都会赞美薛慧君老师，他完整的继承了父辈薛调唱腔和薛调琵琶以及全本的珍珠塔。如今在长期的评弹教育当中呢，他还把这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无私的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我想这不仅难能可贵，而且是意义非常啊。对，那么听说薛老师现在退休了，屋里向呢还是年年帮忙打理终身结为伴侣的平台艺术。李福琴拿自家15%的艺术精华授权给了专业演员，还拿300块的艺术授权给一批非专业的业余平台爱好者。通过你的节约，他是负担呢，现在这个一批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个种精神，他是因为值得你获得受宠。好，接下来呢，请大家再来欣赏李德胜修老师合作的唱片，争取他是一位小夫妻三位当中的谁头。姐姐。不要看小弟而今出家送道，像山中那样的说了公了那样，谁人都是大吉大利，好比18岁翁一只飞佛奇怪，那现在刚把张故的叫18岁翁后中得福，就是后福并赢的意思。懂了。大概你的意思当中去的把那讲的，那么今朝呢，你有个代事做做，倘若不把那讲的，你的代事做不上，要么这个意思啊，不懂啊，这呀。世人我谁后父两夫
装相凑神。二位另外一种意思，你取得把那讲的，现在得法走之功，身上像是家长改变，一味口皮。门口，现在也想问了哟，妹，非一门上去唔得公民，彩屏那边上也落不落？可么实干，好不罗公粮食，鸟开了海屋当中，隐隐约约的门里。那么这样呢？侬公民两个字开了海雾当中，隐隐约约的回答我，对，一定啦。口追今是家君子，你一定送来喜报身，相邻的生意既非生机分美的举松亭，明我梦之黑水分烟深。一年入内阿东，哎呦，方清之意的别家也个，你自家发问我，现在只是我来娘家回转我来门上来看，前3年听我来娘家举松亭分手辰光讲了一句话呢，也忘记了，我不讲了啥闲话了。我替来让人讲，将来我不做官，不得功名，不得宣扬，不替别家霸堂奏亲。现在说得到，做得到，忘记人心，让胸口的。你勾勒我面子，拿功名2字上了句子当中，隐隐约约问我，希望我隐隐约约回答你。我方清楚一定，我往事现在得法做主过着，我拿功名2字，啪，翻到字面上下来，我来说话功名，说得功名，这个动地当在负责。还有啥娘来分问我功名，问我出东厂大金，当都手到里死了里，等姑娘出来见姑娘。想想别的呀别的，没妻子得对3年必退个人，谁就知道大概的来来日日，一开口是面孔也红的。你到看看金家看，变得油腔滑调，这面皮来来的嘞，是比制作祝福你了还晚。想想别的呀，我总觉得那配置清杂，不能看那是个不支持。那么而且呢，抛弃娘是个3年，金家大子给的，说个千家不千家，还是贴出做些人高人。现在再不说出蹦蹦唱大人，哪可以呢？是吧？我来提起就娘，讲的你娘的口气不来听听。按照你听见子嘛，违心注意嘛，还是桩事体，对的。哟，一定，你休不想呵呵天户公子，堂堂宰相王孙，岂能够不明下体，不受逼迫？想去娘你陪伴，家君处处招人。今日见女女，也欲受不辞意。虽然去年还精神。相为神，好比茶中山路，风中走，绿林间内飞仙心。今日
阳生无限，七口一浪荡叫是胆真。像去年日贼风是与你问，你百不能当里的言哟恩，像万里不见沟上口，口内人身比万里口水分口是啊！别这样提醒我，那屋里向家境，屋里向金花，就让虎狗水在，希望呢将来替祖父报税，替娘托起。奶奶还出高中的是咦，我得发组织故事啊，为了嘛有我了。那么放心啊，那中国你是个分刚出来的，小家该废我一讲，总体讲来放心心里的那个，我这里出了2栋眼里，就说你非得不那个，非扬声大笑啊！现在也好得了。哎呀，我这2句我不要是那课，写总归写不出，为啥写？门门口。哟，一的姐姐，如何写？你没马门了，写谁不好写的？我好写，现在讲到为了冒用我，谁敢一讲，别叫同气，我一句讲讲。姐姐呀，我叫听君一句话，生动，使你虚。